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欢迎收看今日的安平风法。英国的诗人伊讲过一句话：一沙一世界。也意思是讲，对了沙地杯，都可以看到一个世界。今日我哋邀请到工艺家，去把一个世界所有提倡一粒沙地杯暗示的东西。我哋欢迎今日来自花莲的邱小松先生，邱先生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花莲的邱小松。而家你嘅修正工艺嘅东西吼，我哋非常看得到。我哋对我哋嘅牛蛋地杯，我哋差不多牛出来嘅嗰度细细嘅东西。但是以前啊，啲东西应该可以食，当初唔开始想要做安啲东西。对啊，我念来啊，为所有东西嘅演员係來自一百里行，加因為我本身唔係行嘅專門，因為20年前，我公司有一隻嘅計劃，我向我去泰國，啊，加我做飯店業，我叫佢接一個新嘅案咧。跟當時20年前，加泰國都當開放。一方面又加上去加嘅斯泰人因為設施也太嚴，我在考慮講到底要去啊冇去，就到100里行嘅時間，我到泰國看到一對嘅殘障嘅夫妻坐喺做鹽奶樣做嘅飯，影片係興起，啊講用安神氣，用做得用書啊，用妙手生花，都做得一盆一盆發出來，我都帶咗嚟研究。剛研究以後呢，我講安個東西，對我來講產生動態興趣，我就一邊上班一邊研究出嚟做。加因為20年前安個東西還冇人單一嚟推翻，所以好多人都感覺講安個東西當稀奇，就安開始啊，留喺鹽嚟安個演員開始。其實一做都按上數咪，還是講有學過幾多，冇得講有去。從事過幾多擺經驗？我從來唔是做過樣嘅東西，我做學生嘅家我會畫圖，但是捏東西我從來冇樣嘅經驗，就因為嗰擺看見用嚟做，感覺有一個基礎，我也冇留去學，就去甲買啲材料進來。我一開始我係捏花，因為我去甲有一種花，所以我就想講荷花以外，蘭花也係一個當好嘅題材，我就做去甲花園地步開嘅花開始慢慢地模擬落去做，咁慢慢地都做出嚟興趣，所以做好嘅我睇我記得我第一擺做一盆花出來㗎，就因為第一隻去甲作品，都無中生有嘅作品，做出來就都因我腦去甲講，我用我按強嘅度。有法度做出按講嘅法，一三一搓，按布條搓嘅搓頂看下佢辦法，看要幾點鐘叫。咁有哪些朋友嘅點就會點。啊，朋友也唔是看過安嘅材質，因為講係粘土，係講鹽奶因為軟啦，就講冇不能話點烘啦。啊，叫我冇去叫嘅，佢講有人愛買，我話講愛買冇，咁就開始我就講呀，嗰東西賣得出去哦，所以就開始。我留一隻鹽奶開始後半節嘅鹽開始係。其實做東西係1比1的態勢，還是講一開始都做安尼修整嘅做？一開始㗎，當係做1比1大小嘅，就講花差唔多幾大，我就來做差唔多幾大嘅花。就我為留嘅花嘅花瓣一片一片剪下來，去花形嘅，嚟割下來，做個紋路，個色彩，慢慢留佢做好一個調度轉去，所以家下做起來。差唔多幾乎全部就係老實物大小同樣嘅東西，係。嗰時唔講以前係做傳統嘅，然後轉行做樣嘅東西。按當時咧轉嘅時間唔會強下，其實20年前我哋做傳統嘅主管嘅薪水應該唔會低咧。因為我做飯店㗎，我喺特色部門我就做過嘅嚇。加因為我剛剛講過，因為公司嘅飯店嘅重點咧。栽培人才，所以加嘅薪水20年前嚟講，加1年6萬人元算一多嘅。我初接觸也隻行業，就係粘土施工嘅行業，喺我差唔多40幾嚟個下，所以加講個很好擔啦。40歲中年專業，要佢做一隻係唔條乜嘅前途嘅嚇，唔用要按去擔。都加我就愛講個條件，因為。公司愛派人去做樣嘅新嘅嗰種嘅嘗試，但是
无法度配合公司，所以我家想着想讲啊，无也干嘛样啊，天一站做啲发展呢，嗰种嘅事业。较无按讲，就因为我自家有专业，我饭店做研究的，因为我头边我做委托饭店，我也有一本一套嘅地方管理的嘅资历，所以我想那也是做无法突发展的方法就海办，就个转为饭店做就好诶。因为按样说，我家都较有光胆，用光胆就就按样免落去做诶。甲其实只你哋咧甲别个亲朋好友对咱嘅转变。有乜嘅建议无？你讲有当顿无？因为对你600人员转到伊个个人收入如果唔抵到钱咧，伊个行业地位，伊个咧看法朋友家对我做嘅东西当然有兴趣啦，因为讲啊，20年前甲台湾就无安嘅东西，但是其实就要有人讲，伊讲，那种真啊咧哦，安嘅东西做嘅咁有人真紧会花钱人买，又唔係讲当便宜，佢又唔係买嘅便宜嘅东西。咁我當然我要猶豫一下，但是我也喺度去做嘅，因為做以後我想講，對我家講嘅，那真係做唔好，我就結束掉。咁因為人嘅演員哈，因為就會因為20年前冇嗰樣嘅東西，所以變到佢變到當稀奇嘅東西，大家就唔識看過，所以變到說大家有嗰樣型嘅人來點行，就慢慢地人係一個點樣支持起來，所以一切都也好。其实有个店的路专门卖安尼个饮奶的工艺品，还是讲迄另外有开一个店的去支持安尼个生活？一开始家冇呢，就係開嗰個店嘅細隻店，佢咁啊13年都黏嘅店嘛，都我做嘅東西也係細項嘅，因為朋友嘅解釋嚟講，按太雜嘅東西，你愛買也挺貴，愛帶也冇方便，你我冇想到講。個東西屬較細條嘅，所以我每樣都有喺度化，慢慢我都變到原來細條。加然下對佢嚟講，加負擔冇咁重，我帶轉也較方便。加一開始冇想講我做餐堂，想講我做一個咖啡堂，嗱裝嚟醬來，然後讓嚟做品評到底杯，幫人做啲咖啡，天天嚟看，甚至做一個教人，人家一個以後嘅轉變，所以加上講好啦，我就。都可以得朋友俾佢點去用，去做市區，啊種嘢就機會，所以我就成立一下，另外另外嘅下嘅店，他們就分裝嘅蔬菜，我就經營隻咖啡堂。但是咖啡堂以後呢，就變到因為跟他賣咖啡哈，老實講啊，生存哈，以難，係。但是東西多以後，變成有個無限。我就同我朋友講哈，有陣時一個夢想哈，一個夢想哈，一個夢業因為為到會節省成本，我都去邊主廚誒，我做啲個料理啊啲東西，佢就會變到我嘅創作嘅時間有一半就會幫人家咖啡堂減停，就有陣時我偏做一偏要有名堂應來，但有陣時我就會名堂去個看價嘅我做我嘅，所以。有啲人可能講覺得台灣要按成錢，喺呢度也唔好嚟政府，係啊，咁當盡全採做㗎嘛，除非講，我嘅想法講個按唔看唔準，天天嚟看就好呀，看到中醫人真係嘅，有啲人係咪當定一下，你看我同佢做幾點唔敢講法，都一定啊做到一段時間，停下來，而同佢講，老闆，佢會幫我結帳，嗰時又係一個尊重工業家一種做法，但係而家喺台灣。常常可以看得到修正的工藝品，但是有啲東西，它不係對日本、對歐洲、對美國買入來嘅。基本上嚟介紹嘅係台灣本土嚟修正嘅藝術家。第一下，你邱先生，我有幾多個精彩作品嚟介紹俾大家。第一下就過來。關於書籍，有乜嘅特性？因為佢會介紹講有乜嘅特徵，講係做切個做去市場看。看個真嘅魚嘅態勢啊色，啊個色模嘅樣版型，啊樣嘅擺法，就咁樣開始做一系列咁樣魚嘅創作。
我一刚开始我并没有把它设定是说它是一个艺术品，我只是纯粹按照我自己的兴趣，因为我觉得人有时候，当你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你应该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粘土，本来我们一般以前会觉得粘土就是小孩子的玩意儿嘛，哈，小孩子在玩的东西。但是我觉得粘土现在对我来讲，它可以千变万化，它可以让我自己变成好像是一个魔术师，然后经过我的手可以变出万千世界。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做出什么很大的成就、丰功伟业，但是我觉得这种小小的一个区块，能够透过自己的双手，然后让它呈现出来，然后也获得很多人的回响跟赞叹。对我来讲，这个粘土细工在我心中有它一定的意义存在。那你要很有耐心，那天分当然它是会加分的，但是不断的努力是绝对必要的，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的去尝试，一直激发自己的想象力，一直想办法去解决你想要呈现的东西的方法跟技术，所以它就会让我不断的精进，而且让我觉得在做的过程里面得到一种挑战跟乐趣。我会把我的记忆的每一个片段的东西组合起来，然后呈现出类似说以前的怀旧的柑仔店，或者是说像传统市场或者干货店，甚至像酱菜店、串饼店。如果我今天能够透过这种微缩的艺术把它呈现保存下来的话，也许再过个5年、10年，甚至20年，那这些东西也许我们已经在市面上看不到了，除非我今天已经动不了了啦，不然我想我还是会一直做到我不能做为止。反映古来今年的安详方法，我哋都好介绍嘅係來自法典嘅邱小松先生。邱先生，我哋都好看到有東西嘅時候，我第一擺看到嘅時候，我都發現講，還是想講邱先生一天係人形嘅哆啦 A 夢，可能人係冇看到嘅時候，然後你擺個縮小燈啊，你照一下，然後同人講嘢係自家做嘅，一種東西困難吧？我從日本來講起，很多粘土細工，細工就係講手工嘅東西。就樣板型到一隻原來尺寸按太嘅東西，縮縮都變按細。按細以後呢，你係認真當看可以看，佢係當槍稱呢真嘅東西，做那粘土細工。樣嘅東西，佢嘅材料呢係來自推後家係來自日本開發出來很多樹脂粘土。樹脂粘土我樣講，佢就係黏奶底部有樹脂的成分，然後澱粉，但是佢有一種要加呢批嘅加到嘅種嘅公司開發的一啲新嘅材料出底部。佢嘅特性就係佢做起來以後呢，佢做得到長期保存。睇嘅點，第二就係佢有延展性，而做起來唔好像係傳統嘅黏奶會硬硬，佢有做得彎曲。嗰個佢無會分解，也係講本蟲嘅煮嘅一樣型嘅優點，所以佢還有一隻就係佢有透明感。一樣型嘅從來黏奶地方唔識出現嘅東西，所以佢做各樣嘅東西，佢做到當逼真，也就係也目前使用嘅樣嘅材料。佢從我哋嘅樹脂黏奶底部，伊做好以後行過嘛？佢樣嘅黏奶，佢就係直接經過乾燥，乾燥，佢嘅水分會因為唔變到嘅空氣底部，佢嘅水分會慢慢的蒸發出，就會硬得天氣。係。因為我看到一條東西底部，我第一個看到都講嘢色色、規則，因為我哋有做過模型。我哋做模型吼，我發現做圖都按呢色的吼，是採規模簡單，
尤其迄东西有暗色的，你迄咪同人介绍讲，即个用白就会色上去，然后又按多层，人哋讲层次吼，嗰度层次quite丰富安尼一个作品。基本上岩泥本身嘅模式咧，佢就係按你講嘅拍攝。咁我就去做樣嘢同，第一當然一個觀察，嚇觀察咧啲動重要，因為你對隻色彩嘅敏感度，可能我也部分又較強一些咧。就係你看觀察一隻東西，講嘅一隻東西嘅色膜，你用佢嚟表現出來。所以講岩泥咧，要做色有兩種方法，一種方法就係要留，做得留嘅顏料放到岩泥裏邊去柔和，變到唔愛色。天一隻就係等於差唔多一隻乾燥嘅一隻嘅過程以後，就當佢上色，塗色上去，所以可以做漸層。所以我一般會做加我危險醫觀察講，一隻物體佢本身嘅原來嘅帶色係乜嘅？帶色控煙以後，就留嘅岩泥先。把各種嘅色表現出來，但過嚟真係去做一個形狀，所以我講做下岩泥呢，佢有三個過程，一個過程就係嚟塑形，塑形就係本佢一個軀體，嚇，一天咧留嘅形狀先做槍來，啊，見比做假咩啊，韓見比做槍假咩啊，係嘛，見比種做魚嘅那槍魚嘅啊，咁做出以後，呢佢是愛上色，咁上色嘅色目呢，就係本佢一個靈魂。就會用嘅本日嘅東西做嚟個較參，啊做色日嘅東西呢，就變到對個色目嘅觀察力要當強，因為像我哋去做東西㗎，唔係講一隻東西就會一隻色目嘅話，佢看起來都會像模型，因為比較細。啊，按打比方講，人家做一籃嘅土雞卵落嘅，雞卵呢做全部強色。看起來就較無暗參，所以嗰種嘅像一隻土雞卵，佢天又較淺又較沉，又太細粒，所以呢方面要注意到嘅話，做出來變向較係嘛，啊唔係真嘅用去翕相翕起來，然之後嗰度係真嘅樣嘅。咁樣嘢呢，部分注意到嘅，那個色膜一層一層上去，本佢要像講我也帶色做好色，做好色以後，我上天一層。天一層都一定有較淺有較沉嘅所在，那上第三層，啊一層一層上去，到嘅一般嘅色膜到位，佢做以後佢將會留嘅真嘅東西會當參，啊就會唔好，即使那樣當群去看，然後以為講佢係真嘅，個第三個就係你本佢當到東西，而變到一隻作品嘅時候，你用版型然後佢做一隻安排，嘅你安排好世界嘅東西就看起來就會當刺眼。打個比方講，我見本人係講我本100畫，我插畫嘅人2-3下，佢都插到有意甚至。唔會插畫嘅人，用嘅插到當神器。所以有個東西佢就一條你要很敏銳觀察力。你講啊，有個東西按用嘅擺，色目按用嘅插。像我也做一隻蔬菜攤，那全部都變成長長，看唔出來乜嘅東西。你一聽啊，也要吊菜，也要토마토啊，也要彩椒，也要乜嘅拍像筍嘅，用嚟去那個插腔啊以後，再嚟就可以給佢裹帶，用嚟俾產生立體感，啊，完成一隻作品出來，本人看起來做得賞心悅目啊！我想頭先先生講嘅3個重點，聽你講。因為模型自家本身嘅形狀一定要做強，聽講伊啊色一定要上嘅規則。其實伊同伊擺強下時節，嗰種全部擺強下，吼，無論其他作品全部擺強下時節，整體按樣來看，讓我講。嗰種我哋對體力開始，譬如講我哋對一位龍蝦開始講嘅，因為頭先唔講嘅先人講嘅兩種嘅上色嘅方法，伊體擺喺把我哋嘅奶加色，用有啲帶色。聽你都講，我哋係拍攝嘅奶，去塗毛強嘅色。所以就下降嘅話，伊本身有很樣做啊，也要下降嘅頭同也要嘅身體同面，係無強樣嘅做法。一般像做嗰樣型嘅量下嘅東西嘅話，佢要分做頭、身體、腳、屍骨，全部要分開來做。咁就像一個頭，一種嘅量下幾樣都真少攏寫，佢個色目較斑斕。
较多，加就要人头嘅头的部分，唔能先拿个种嘅，因为较偏蓝色，所以人带色就要先用较蓝色的部分来铺带。个身体呢，个部分呢较偏橄榄绿，人个哪个部分，你就要有个橄榄绿的部分先入去。嗰个视骨的部分，佢就有较多无同样的色木，咁下你就要注意到讲基础头多个视骨面嘅色木嘅变化，啊，嗰个嘅 net 当背嘛个色，所以你一铺一铺先拿个带色先确定好势以后。等做好以后，当分批头拿身体的部分接好以后，当开始做当背一层一层松色。个松色唔係一刀就做得，唔係聽一刀去三刀，本期加個色木做得當刺眼啊，做得安尼渲染出來。甲出來以後呢，佢整體安尼感覺起來加就會變到像真那樣的，前後變真係加個光澤，用個那個光澤的部分那去。变那个刺，那给双去，都全部都完成以后，怎个做清米的素米，就有点点细细的蔬菜无补充好的蔬菜，怎个补强上去。古时安尼一米安尼细细安尼量下吼，要分头中米，无同样的奶，无同样的色带的奶啦。然后再开始上色，然后再开始做细细的，可能讲颜色的一种工作。咁你其他安尼黄的，我们喺安尼做下。黄的，因为黄的佢有分当多无强的种类，当然也有色木较简单的黄的，嘛有色木当多的，就像安尼莺歌鱼啊样的，较强样。然后其实大同小异，那个种的做凉鞋，嗰种的意思差唔多。你係一層一層上以後，注意黃嘅要注意到加個光澤度，因為有啲黃嘅呢，人就講像慢的好嘅，佢按黏黏，你用那個黏黏的嗰種嘅東西感覺做出來。咁種絲木魚，佢當金，你用那個金的個感覺做出來。你記唔記做拍帶黃？拍帶黃呢有點斑駁，你用那個有綠鐵的金的感覺做出來。有啲黃嘅較粗，像嗰個剝皮，佢都冇乜嘅，看佢粗像沙子一樣。嗰部分你就會注意到的話，你做出來嘅東西哈，不用像它就會當成真那樣嘅。咁像安尼嘅觀察吼，你平常時喺田那邊做安尼嘅觀察，看到按到黃嘅啦，吼，按到啲灰山嘅東西。頭開始，因為頭講我本來係做法，法就加做法，加因為我去看到嘅，日本嘅嗰種電視冠軍比賽，佢有做那個昭和時代嘅一啲小店鋪呀，懷舊店鋪，像台灣也有按到好器材嘅素材，拄就好，個店嘅附近有喺拄多嘅市場。就想講，剛下做法也係植物，剛下做菜做嗰種水果嘛係植物，我媽做啲那個東西熟悉啊，所以我都會走去市場裡邊看，就開始那個青菜啦，那個水果變細細啖嘅，嗰個嘅偏有多，因為我自家頭擺有時候飯店就要做餐飲嘅，就拄有一個自助餐的攤子，在自助餐的攤子底部就當到食材啊，拄底部也有秋刀也有那個絲木，就開始做，就咁樣開始，然後嘅表現出來。佢表現出來以後，我個朋友看到都很驚訝，講你做乜做到做到暗慘？結果喺做幾單每天同神氣哦，也有幫我就講很好建議，所以我要走去，我都開始去收集啊條。黃嘅有關的書籍，黃嘅有乜嘅特性？因為佢會介紹講黃嘅有乜嘅特徵，我係走去去市場看個真嘅黃嘅態色啊色，那個色木嘅樣版型，樣嘅擺法，就咁樣開始做一系列黃嘅創作。嗰時觀察力，喺個人球身上嚟做按精緻作品嘅一個最重要一個能力。底下我哋再來看球身上介紹一個精彩作品，底下我哋過來。他就嘛講誒，軀體完成了，色木本嘅靈魂啦，用嘅擺設，那佢整個都給組合起來，變成佢嘅生命力出來，佢當創業。
发扬过来安平方法，前面的邱小雄先生带来嗰道鬼精彩的作品到现场。首先，我哋看到伊啲係伊啲嗰種點心嘅淡嘅東西吼，我看到是色彩後來水流流下來啊，嗰種看到感覺到講，看到以為會有人夾咗嗰種人，嗰種睇食飯嘅樣嘅。像我哋作品，頭先老師有講過三個重點，第三個重點講睇食神嘅安排嘅時間，唔係用安排嘅東西。一般來講嘅話，從個色彩學來講嘅話，你天佢要有對人來講嘅話，個色彩嘅飽和度，嗰個嘅色彩安排嚇安排，你用嘅嗱嗰種嘅色幕做得插無窮樣，因為個人對顏色嗰種嘅吸引力當強，像人家就吹好色也唔好出，唔盲識到佢以前已經先看到，也個色幕也個排嘅樣嘅本吸引人上嘅去設計。色嚟當提供一個秘密，所以擺東西間一定要注意到一個色幕嘅安排，像有黃嘅、有紅嘅、有橙嘅，嗰類就係立體感，有條較高，有條較大。嚇，除了像咁樣嘅以外，像一般嘅嗰種嘅作品嘅強樣，然後而家見咩擺水果、擺菜啊強樣，一定要有高高大大，一定要一個色塊。嚇，用嘅本人看起來感覺講，第一個佢看起來當刺眼。第一個，它不會佢唔會當做作，用嘅本人看起來感覺講佢味道就會出來，像人家看到一堂嗰種嘅廣式港式嘅推車小點心，都會印象就會就講送出來，加就會像特別那去嗰種嘅茶樓就會港式飲茶就會食東西用嘅，前面像人家就做一隻嗰種嘅乜嘅，像一隻。雜貨攤，也係講做一隻像那個東東人頭會講，哎呦，看到我做一個南北乾貨攤，嚇，點會一從個櫥窗一靠近一看，就感覺披到個米絲，披到埋個米絲就會嗰種係咪下崗啦、用嘅啦，嗰啲個插貨嘅米絲都走出來嘅，嚇，嗰種一種創意，嗰種就會本人係有一種錯覺，所以佢做看人嘅東西家，佢會有一種。內心一種感通的感覺，因為講唔要跟他做一隻模型，有用心啦一隻東西，做出佢有一隻生命力，家種來講嘅軀體完成了，色幕本佢靈魂了，用嘅擺設嚇，那佢整個都佢組合起來，變成佢有一隻生命力出來，佢當重要。係啊，像比如講我哋一吹淡嘅地方，應該講我哋啲點心淡嘅地方看到啦嚇，不過其實地方有到係小籠包。好，迄種整的包一樣嘅東西，伊嗰種東西都唔好按緊，但是我哋門底嘅東西，譬如講也應該係鳳爪吧，嚇，我哋伊東西鳳爪整出來以後，如果過緊，嚇，譬如講我哋也會珍珠丸子啊東西，像我哋睇看我哋東西嘅時陣，老師啊，像我哋緊緊，無如講像包一樣嘅啲東西，你用嚟處理伊本身嘅無窮樣嘅嗰種材質，去做出無窮樣嘅一種方法出來。因為像咁樣的食材嘅東西，有條係因為較深潤，有條東西較油光。較油光。嚇，較油光嘅東西，加像講較油條，因為佢會有汁，有條個銅汁做底擺。加唔就愛用就有嗰種嘅一隻行業就會特殊嘅一種材料，佢做出來佢有嗰種嘅金油油嘅感覺，有條整出來有深潤嘅嗰種嘅感覺。佢就要用一種特殊的材質去嚟加強，可能係人做得用亮光的東西，可能係人用一種環氧樹脂，用嚟去做出來具有銅質的東西做底擺，咁我看起來感覺講，拿參又感覺講當可口、當好食的感覺，係。我以下嘛看到亮嘅，真係感覺到講，我一聽到每樣東西很樣嘅做，一聽到講，我哋也已經講我哋講芝麻球，芝麻球，伊個上面一粒粒係黏上去嘅咪咯。嘅就係要用到啦嗰種嘅粘土嚇，嘅色幕做好以後，那佢粘到動搖，重動搖，再用細剪刀嘅，天嘅剪到細粒，個細粒做唔到，一天差唔多平太粒。等到差唔多好勢以後，嘅底部嘢做好以後，然後塗上一層嘅嗰種嘅樹脂以後，當初嘅一粒粒等落去粘，幫佢一粒粒粘上去。色彩其實就會留
做正经的珍珠嗰種嘅芝麻球差唔多嘅做做法啦。只差冇去哪一整啊，佢冇拿去炸過，整個炸過嘅。天意嘅我冇嘢啦，人哋講分整肉啦。嘿，因為吼，我看到上面有一啲從荷葉保養嘅東西，但是呢，伊又有做出荷葉上面有嗰種幽默嘅嗰種感覺。呢種工藝怎樣做呢？佢就會咁樣地杯。先做一隻像飯的東西，所裡邊像那個糯米的東西，所裡邊。不是底杯有包飯哦。冇啦，當然是。做的話，底杯但是還能有包東西。有包東西。咁磨杯的話，佢喺入邊呢，除咗先冇人做好以後，人咁樣嚟燕麥，想辦法把佢印上去。印上去以後，等佢走搬走家係樣樣家，就會從人正經的荷葉上嘅底杯的東西一層一層一層包起來，包起來家整熟嘅嚟佢塌起來。它佢嚟講，佢就會有一些啲本件樣，像樣陷下去嘅感覺，都會一行下像真嘅東西。嗰時其實伊唔係要做一啲外形，唔係真實講裡邊有啲像飯樣嘅東西，外面做一啲荷葉，係真實按嚟包上去塌熟嘅。嗰時同人哋做一啲真實嘅荷葉包飯，其實完全同樣嘅一種工法。那講那樣嘅表現，我見邊那種啊，見邊像我表現一樣嘅叉燒包，我本然看到裡邊嘅內餡，我就係攞內餡嘅部分都當認真做出來。我本然看到講裡邊就係有豬肉，嚇，有個叉燒肉出裡邊。我見邊那做個荷葉嗰種嘅粉蒸雞啊嘅東西，我本然看到裡邊有東西。媽媽做的那個做到個葉被打開了，但是底部嘅飯就正經那一粒做出來以後，然後那個飯強強嘅那個打開了，本然看到底部有包香菇，有包乜嘅東西，佢就係很多人哋講粘土施工嘅精神，嚇，本然講除了看醬以外，當佢當認真看，甚至佢拿放大鏡唔係放大鏡來看家，也像真那樣嘅。因為有啲嘢做人嘅東西嘛，反正我都先做一個四角形哈，其他全部都用個四角形慢慢地去割出安尼樣嘅出來。嗰時伊底部可能無真實底部嘅東西，嘛未用真實伊啲葉嚟去做好嚟，而係外面用塗色的，哈，用慢慢的方法去把它變成一個東西。但是伊無像老師一樣嘅一層一層，都同人哋真實地做一件事情同樣。啊，人哋咪看到另外一個係中藥蛋，其實也係係。佢有心思嘅一啲東西，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可以重要點。嗰種人哋我用專家嘅方式來看下東西。我當時看到嘅時候，我是發現講，天然要做玻璃廚，玻璃廚底部有啲針管裝喺玻璃上。我所以剛剛都講，吼，實在是太厲害。老師，你底部一定要有安尼東西咯。有個研究就係其實啊，條講啊，咁都唔錯市場底部嘅東西。家下就一隻研究嘅研究看到，陸講一隻老師，佢要做一隻中藥湯，一太湯啦嚇，佢牙嘅 size 較大。啊，我就想講，也嘛，喺另外一隻取材嘅方式，我都相當啊調擺，我細家我帶普賢啊，隔壁帶一所，隔壁有隻中藥房，我不都會走去家嘅味料，頭先人哋教，我都有印象講，當然有個研藥嘅，用腳做研藥嘅東西啊。嗰有條地波係乜嘅，一下做唔得標嘅，特別有乜嘅穿山甲啦、標本呀，定係洗牛角呀的，我就說呀，這東西啊，當多取材，於是我就出發咧，我就去尋一些咧也很材嘅嗰種中藥房去看、去探。但當然，個過程一動成千，因為我會學到當多東西。譬如講，我都想到講，我個白子龜，中藥材嘅東西。但我有一個用肥嘅嚇，用肥嘅標本嘅東西。我就去問講，問嗰種後生嘅嚇，佢地方作藥嘅後生阿講，嘅先生講講，佢做乜嘅要用肥嘅種咯？啊，佢地方做乜嘅東西？做乜嘅要用粉咯？一下他本來冇那給他肥大唔出來，因為佢都感覺佢都本來就係一樣標嘅啊。以前營養個標。嗰陣我哋問到羅師傅，我都問到羅師傅，其他人佢講，佢按到濕嘅藥材，啊燥嘅藥材，啊分開嚟標，啊嗰種肥嘅就會得標較濕嘅藥材，啊較燥嘅東西標到，一對我嚟講嘛係一隻精進啊。所以地方有當多東西，甚至我嘅印象地方，我記得講，個點嘅地方，我都標一隻玳瑁在地方。咁我記得有隻年頭見係中醫生，咁啊佢細就係嘅藥店嘅藥店睇，佢就讓人問講，有啲啲地方做係標嗰種嘅玳瑁啦。佢講玳瑁提佢都近係兩隻所在個標，一隻就係
做木匠的，叫做中药房，因为鸡嘛迄做者入药的东西。吼，啊，我都小小讲阿妈唔知，我都印象中我当中记得俺个做有表扬的东西，所以说俺个做的过程里边哈，有当到因为做东西一种趣味性所底边啦。因为我即个吼，我如卡开中药店开8、9年咧，嗰阵第一看到嘢时阵，我如果讲讲，那个东西做有枪无？枪係一体师，听你讲，伊真是有观察到我哋中药店真实的精髓。但是我仔细的看了一下，我发现，真是有，就像头头老师讲的东西，因为我哋嗰食药的药嘅人吼，唔可以俾我哋嘅大下嘅书嘅格嘅地方，伊听用伊的法嘅地方说，安尼跟可能唔会染到东西。而且我又看到，以前的药店呢，好染药嘅用脚染的东西，然后又比方看到幾個藥廚嘅嗰度，聽見都講我哋嘅白字廚，啊又鬼仔細嚟看老師上面寫嘅東西，因為吼嘅白字廚。我哋未用1、2、3、4嚟分隔，其實我哋係用嘅感冒藥嘅，不用強下；腸胃藥嘅不用強下，嚇，婦人家藥嘅不用強下。啊，你哪時啦？嗬，嗰方便嚇，嗰方便啦。啊，即記嘅時嘛，嗰好記，因為記錄用嘅藥嘅都全部不用強下吧，唔可以用茶藥嘅，唔可以講把婦人科藥嘅用喺感冒藥嘅地方去。嗰時我哋看嗰時發現老師做事情真係夠用心。鬼仔细的观察那东西，而且我嘛感觉到讲，其实老师在做一件事情的时间，其实嘛学到几多无强的东西呢吼。系啊。一件艺术品最重要的东西，唔单止也被工艺，嘛还有带进来的精神。那种东西，我哋学新的东西，我哋那可以把我哋的工艺品变成艺术品。我哋休息一下，等下呢过来安排方法。不是，你今日那茶唔好打麻嘅啦。唔會，哦，佢自己要下水，如果佢條條嘅，一當時去條條冇眼，當然就冇眼講，你係咪真係有看過真嘅？我講唔係個意思呢，講做真嘅看那種真嘅樣，我講佢生命到底邊呢？感覺佢樣隨時要通起來，我都開玩笑講唔係啊，按不到天波那切定全部比出來哦。歡迎過來安平方法節目，我哋今日介紹嘅係邱少雄先生嘅任內有功嘅作品。邱先生，香港更加喺台北有展覽。也做嘅松山嘅邊外就有隻結合也台灣幾隻嘅較有名嘅粘土老師嚇，像粘土施工老師嘅展覽，總共差唔多有8、9件嘅作品，也個伊難得啦，因為2年前有展覽過一次，不過幾擺係結合嘅大陸、香港、加澳門、跟台灣嘅種嘅作品展覽，一排純粹就係台灣嘅一條欣賞嘅作品。個部分因為全部係較屬於懷舊系列，加就係真實嘅東西嘅縮小版。然後一般人家是應該講較流行嘅很多娃娃屋哈，都好是有點冇乜嘅強用，所以風格上面啊，我做嘅東西較我講就講較老一輩嘅東西啦哈，就較寫實嘅東西啦。啊，後生嘅片呢要做較現代嘅東西，啊，一個地位都得看得出嗰種嘅時代的不同啊。所以看的過程底部，都得看到頭擺嘅，都得看到現代嘅，也都得看到較抽象嘅，有當到咁樣嘅題材所底部。因為你冇強樣嘅時態，冇強樣嘅時態就代表出來嘅東西啦嗬。可能頭都有看到有啲老阿婆嘅一啲聲音嚟嗬。因為頭我哋介紹全部係魚啦、海鮮啦、菜啦，我哋咧食物啦嗬。都我想我做下你研究咯。我頭間我對人形啊嘅東西嚇，對人工嘅東西啊，較冇乜嘅興趣。就一擺嘛喺做嘅網站瀏覽架，有看到一個英國嘅一個創作，佢嘛喺動一個
什么的哈，伊买一只很偶然机会，伊做出了一只差不多有种树把状安胎一只婴儿婴儿，我就想讲，哎呀，迄东西啊，那迄做得来，伊做得搁较细化，干嘛要伊神奇？所以我就做上了第一只创作，啊，迄创作就会有很多萤火虫小精灵。到以后就开始做，开始做东西就有一只很怪癖，就会突然间个心血来潮，想要做的东西，就会3万步做，7万步做，做到刚刚我想要做为止。所以就一系列做动多亚方面人形的东西。我人家讲一只老婆婆的故事哈，就会因为我有做一只头摆柑仔店，人家柑仔店就会他家细细，那个也较重批的人心目中一天都有一间柑仔店。头摆柑仔店都有生意的高的告子，做啲出牌的啦，吼，伊做啲去生物个柑仔水啦，样的蔬菜发钱的蔬菜，就做一只样的种即个种的较乡下的种的柑仔店，就有做到一只阿婆，坐到店里向做去电贡茶，因为头摆个种的种下的话，就因为柑仔都一两瓶贡茶我来听听，佢做去电贡茶来做秒做去教。这只作品呢，本来一只1号的银行书虫做的，比书虫做讲，想到讲，这只阿嬷本人带做的，伊带做的，就民用版就印象讲，哎呦，你看我来做转来，所以家就一口气就他们做了3、4只阿婆出来，又做那种像大家看到玉兰花阿婆做成较做个普通的。有做到较富贵人家的特别绑小脚的嗰种阿婆，就说，嗰只阿婆做几十个以后就停停了，停停以后呢，就开始有参考到国外有人做精灵系列的东西，就讲，一个精灵系列都会尝试看因为是会做饭一开始就会做法嘅东西，想做啲老一嘅东西，老做嘅法，因为结合强下。所以我就开始这方面的创作，所以我就做精灵家，唔可以打草稿，就会开一张面出来以后，感觉就会甜甜嘅感觉就会做。像讲一张面相，用去做一个头饰，用去做一个身体的其他部分，一个动作，人用的啦，这种东西结合，就开始买做一系列嘅样的精灵的系列出来。刚好为了人他当多看到当中有人买，个东西我无买原因我来去讲，我讲也系唯一的。书虫这个都冇的。我讲因为我当时的情绪做出来的东西，感觉做出来的东西，佢唔系限量的，佢全世界唯一的一只。伊讲，我做都有的啊，我唔免我做都有的，我都做唔出来同样的东西。心情无同样。系啊，所以我个今年的系列就纯粹观赏为主啦。一般在个松山在店内也有人个今年的系列第一次公开，跟大家就是同好在做一个欣赏。个今年的系列我怎么有看到安尼的图片我就感觉到讲，真是鬼神奇，而且鬼特别。因为我哋从来冇看过讲，我哋可以摆啲生意讲嘅，无论讲生意咧，比如我摕啲叶嘅方，一啲花地杯，因为我哋常常我想讲，我哋见上多嘅精灵，差不多我哋看到油珠啦、米骨啦，嗰种牛挖出来嗰种嘅样嘅。但是我哋嘛提讲，你看我哋做食物，做我哋做菜做海鲜，安尼东西其实同做人讲嘅完全冇共用。因为人工的嗰种叶面，头先前讲开面无开好，通种无做好，其实显都唔错。我也读到有一只做个研究精灵的老师，佢自己有下书，有摆佢条条的，也当时去就条条的懵当忍者懵伊讲，你还没真正有看过精灵？讲马个意思呢？伊讲，做个精灵样看起来像真的样讲我叫生命在里边呢。感觉佢样随时会通起来，都开玩笑讲，系按不得天波那切定全部会比出来哦。个东西就有人讲，做东西唔有留人嘅感情变一批，所以人看到嘅人佢就会有感受。所以最后我家皮中讲，各只东西叫做独一无二嘅，所以
早早就会唱啊一个培养出来声音的样的。所以咱迄咪讲爱分配人拿走，啊都会唔判的。甲像线上题安尼学习要讲上里边，有感觉到讲，咱外国的艺术家迄即个感觉到够好的无？无论有作品的方法。对每一只做创作的个老师，我都当欣赏，因为大家老师就有一个长处，每一只都有一个优点，个优点唔係看到伊迄叫做咧激發人嘅創作靈感嘅話，每一只嘅藝術作品就會都很欣賞嘅對象。所以我冇講特別講我對那只老師嘅東西特別欣賞，因為佢會做成咁樣，人會有一種就係當唔對一只老師嘅東西太過欣賞㗎，唔會行入嘅路，我有條嘅樣。拄好我設計，因為我冇去拜師，我就去設計亂做。亂做，啥點都有自家的風格出來，就會較與眾不同。都像有啲人，像也人做菜樣嘅，唔係伊老師傅好，就固定係紅嘅味道，但是也當到後生嘅，就會自創自家嘅菜，自家嘅味道，就做出來的東西就會讓人很驚豔，講哦，呀個東西，呀個味道係從來唔是試過嘅土地嘅強樣。其實我認為先生嘅個人嘅風格最重要嘅地方係，先生對於我哋自家生活的一種照顧、一種培養的一種想法，亦都老師最大嘅一種風格。工藝品同藝術品最大嘅差別，如果講工藝品可以把東西做過正、過優、過正，但是藝術品會把一種精神、一種意義帶入來。今日邱少雄先生，伊把伊自家對伊也生活的愛同一種精神。帶來以後嘅工藝品裏邊，把一種工藝品唔單是做過正、過正，還帶過有意義，從而作為中藥房，從而作為菜單嘅，其實也比一本書、一本相片，本後部嘅人會看到更真實嘅過去嘅生活。今日感謝邱先生來同我哋分享咁精彩嘅故事。今日也同歡喜有咁嘅機會來老大家分享下嘅粘土細工咁嘅製作嘅過程。咁樣方法。下禮拜見面。咁老師下禮拜要做哪啲係嘛？老師。今日邱先生嘅業內有功，唔單止做出嚟工藝品，伊還把工藝品嘅精神、氣氛全部融合喺嘅作品底部，變成一個真真切切嘅藝術品。人嘅一生咪係咁嘅，有啲人忙忙碌碌就過一生嘅，但有啲人認認真真把自己嘅生活變出最強嘅豐盛。